景小王爷点的菜就要出锅了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嗯。云南松茸。 骨头没了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先用砂锅提纯出三黄鸡整鸡骨头的汤汁，最后再骨肉分离。这样一来，出锅后汤会灌入鸡身当中，形成灌汤鸡。真是伶俐的刀工啊！ 怎么还能加热？不会裂吗？完成。缝隙松茸。缝隙松茸。啊！景小王爷，请慢用。大洋洋，这难道是松茸鸡汤？是牛肝菌。我知道了，原来是火候。 这刀工都快赶上你喽！李主厨刀工稳健，每一片肉的长宽、厚度分毫不差，超越我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嗯，他是在肉片上雕刻吗？如此柔美的姿态，怎么给我感觉像是一位侍女正在刺绣？哎，你说话能直接点吗？你就说小李这孩子像女人，不就完事儿了？ 琉璃郡主，您觉得李主厨在雕些什么呢？不知道，看上去像是很厉害的东西吧？好，接下来要开始做那个了。
那个看起来很好吃哎。陆主厨的这个做法的确新颖，只是这样的做法不会破坏牛肉的口感吗？哎呀，有什么问题你吃过不就知道了？吃过就知道。并不只是单纯的酥脆，而是外焦里嫩的极致口感。高速旋转以及爆炸的热量，瞬间将竹子、牛油与牛肉进行完美的味道融合。互相融合才能最大的发挥牛肉本身全部味道。小陆的菜保留了传统的滋味，也有自己的新路子，不错不错。这才是一个匠人用心去实现美味的做法。真是太好吃了！那么接下来品尝李主厨的菜。小李，快端上来吧。李主厨，这是？大家别着急，请看。原来如此，一切都是这么清晰明了。种种食材和配料，竟然交相辉映地演绎出了一道菜的故事。因为和橙汁的结合，让原本的麻辣变得恰到好处。百合的清香，又使其形成了一种肉本不该拥有的清爽感，而且还是以这么优雅的方式绽放出来。千万不要以貌取菜哦。李主厨在川菜鲜香麻辣中开创出果味，这绝无仅有；而陆主厨则将传统的味道发挥到了极致。下面就看我的吧。这是锦轩的毯子。搞定。
牙呀！我来帮你吧。好啊，这个叫一指搅拌。哦，还是我来吧。哇，春哥，你好快呀！既然你这么快，这台就交给你。小景，我去做魔镜。太丑了。居然还是热的。这微烫触感在一瞬间破除。松软的蛋糕在撞击味蕾后，散发出松滑细腻的口感。这种细腻的口感，携裹着甜味，瞬间绽放。这是这光消失的方向，就是酸中带甜的蓝莓吗？这便是患得患失的味道吗？